美国代表头一届伫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中国乌白解说27500号决议挑工孤立台湾。罗西亚轰炸乌克兰首都，死伤上100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普京停手，先讨论停战和平协议。研究发现 ，A.O. 相信这种动物有语言能力，会共无共叫声斗做一句话，互相之间会开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国伫咧联合国安理会批评美国拍关税战是霸凌。不过，美国代表用中文批评中国讲一套做一套，甚至批评中国乌白解说联合国27500号决议，挑工孤立台湾，害台湾无法度参与国际组织。美国甲中国伫关税战互相拼场，中国23伫联合国安理会指控美国利用关税政策甲全球霸凌的行为。美国的代表吴婷嘛大力反击：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no more. President Trump is resetting the trade environment so that China can no longer take advantage. 吴婷唔但用华语来反击，还佫讲到中国伫南海扩大的行为，而且嘛头一届伫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中国乌白使用27500号的决议。We underline China's misuse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its attempts to isolate Taiwan, mischaracterize other countries' policies, and constrain their choices. This resolution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multilateral fora. 外交部感谢美国支持台湾争取国际参与。学者表示，虽然川普的不确定性真悬，不过伊的团队为国务院甚至是联合国系统，拢会当看出伊有咧增加挺台湾的力头。滥用2758号决议，这也是中国胁迫行为的其中一项。用这一个决议案来宣称拥有台湾的主权，以及宣称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那美国一直长期以来都是没有承认所谓一中原则的，同时也是要警告中国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胡闹下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伊伫人民册普文，讲25已经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见面，讨论台美坚定的承诺，强调会持续拍拼，互台湾甲美国拢变甲更加安全、更加有力量、更加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俄乌战争，这停战的谈判无进展。这阵罗西亚搁大规模轰炸乌克兰，死伤上100人，连美国总统川普嘛看袂落去，要求普京停手。这停战协议讲袂定，上主要就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超袂好势。论真来讲，到二战时期，克里米亚拢伫咧苏联体系控制之下。当时苏联要甲克里米亚划予乌克兰共和国，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届罗西亚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后来苏联解体，克里米亚就一直算是乌克兰的领土，一直到2014年，罗西亚拍来克里米亚，和目前的乌克兰东部4区同款。因发起公投，修法占领克里米亚。自迄阵开始，这10外冬来拢是罗西亚的管理。虽然乌克兰的军队已经离开克里米亚，不过乌克兰犹原唔承认因失去主权，所以川版本的和平协议想要甲克里米亚划予罗西亚，这乌克兰坚持无法度接受。警察人员伫出辖队内底找找个活的人，边仔有受害者的家属着急等待消息。俄罗斯当地利息用70粒的飞弹、145架无人机、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至少12人死亡，90人受伤。甚至有乌克兰军方人士发现，其中一粒拍到徛在大楼的是北韩生产的 KN-23弹道飞弹。对于俄军的空袭，但咧协议双方做和平协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真不满，伫家己的媒体平台正式社群发文，真生气要求普廷自首。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川普指出，这场空袭真正无必要，时机嘛真歹，要求俄罗斯转去到谈判桌，也毋过嘛替俄罗斯讲话，讲俄罗斯已经让步真济。What concessions has Russia offered up thus far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re closer to peace? Stopping the war, stopping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Pretty big concession.
川普表示，已经对俄罗斯施加真大压力，现在有一个上必要的期限，毋望双方赶紧签和平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二是接受美国媒体 CBS 访问的时阵，强调已经准备好甲乌克兰达成协议，也毋过有一寡冲突的条件需要协调。We are ready to reach a deal,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pecific points, elements of this deal which need to be fine-tuned. We only target military goals or civilian sites used by the military. 这个冲突的条件就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问题。暂时美国提出的和平请假是要求乌克兰牺牲领土，和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等大部分占领地区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是1954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甲当时由俄国管理的克里米亚半岛维护乌克兰。因为当时两个所在拢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只是简单的行政区调整，来纪念莫斯科甲基辅统一满300周年。而1991年前苏联解体，这半岛就成做乌克兰的一部分。2013年到2014年之间，乌克兰的国内动乱，亲近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落台，普廷就用协作的理由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2014年3月18日违法并吞。国际上只有北韩甲苏丹这个国家承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侪届强调，未放弃克里米亚的主权，嘛和俄俄的和平协议一直敲袂好。实际上，在川普头一个任期时阵，美国嘛表示，永远袂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法国一间学校，伫咧中昼的食饭时间，有一个15岁学生举刀仔走去几间教室殴打歹人，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个学生落尾去互一tên老师压制掉，送去警察局。在法国西部城市南德的这间私立天主教中学，发生有人举刀仔攻击的案件了后，出现真侪警察伫现场维持安全。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是真着急伫学校门口等要带囡仔转去。只是中昼12点半，学校中昼食饭休困的时间，有一个15岁学生举刀仔伫几间教室乌白公批。有目击者讲，这个凶手捌对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表达过尊敬的想法，而且犯案进前，伊还阁发一张电子批予其他学生。不过内底讲来讲去，唔知咧讲啥。Donc j'étais dans un autre bâtiment. Il y a eu l'alarme qui a retenti et on a commencé à se confiner. On pensait que c'était faux au début parce que c'était sur le temps du midi et normalement il n'y a pas d'alarme à ce moment-là. Sauf que au bout d'un certain temps, quand on se confine, il y a une amie à moi qui m'a appelée et elle m'a appelée en pleurs en me disant que il y avait quelqu'un qui s'était introduit dans l'école, que c'était sérieux, qu'il fallait qu'on se barricade, enfin qu'on se cache, et qu'elle avait vu toute la scène. Donc elle avait vu en fait l'élève qui s'est fait poignarder devant elle, et elle m'a dit c'est sérieux, fais attention. 这个校园内底凶杀案，落尾收拾几下个老师做伙甲压制才收煞。然后这个举刀仔共攻击的学生，移送警察局了后做精神的检查，因为无符合拘留的规定，互转送去病院治疗。这个案件不幸造成一个学生死亡，3个学生受伤，其中一个查某学生伤势是特别严重。案件发生了后，教育部长甲市长拢有去学校关心这个案情。然后总理白虎讲，有必要加强校园安全的措施，亲像伫入口的所在加装一个安全门。总统马克宏嘛伫 X 顶悬铺文，俄罗斯去阻挡凶手的老师，讲因为因的勇气，阻挡这个悲剧进一步扩大。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咱移民署要求中国配偶爱交送出中国户口证明，不过有个人过来台湾几20搭，唔知影要安怎申请这个文件。这也致使海基会电话接袂离，来柜台申请办文件的配偶嘛真多。另外，学陆委会讲台湾拢总有82个人去中国了后全失踪，或者是互掠走、互关押。这海基会嘛有接到个案的家属申请，要求协助。82名国人。赴中国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遭限制人身自由，与前次相比增加了7个人。民众甲中国失去联络，互留伫查问，甚至关押案件一直发生。陆委会上新统计，82人失联也是互关押，新增加7个人内底有2个人到即阵也是失去联络。海基会讲，2个个案家属拢有要求合作。我们也有登录在案，也有做协助，来澄清，希望海基会协助日期分别是今年的1月跟2月。那他们失踪的日期大概都在去年11月和12月这个时间。
海基会整理出7种民众到中国人身安全风险类型，包含涉及对话、国安罪名、牵涉诈骗、甲刑事案件、宗教活动等。其中以涉嫌诈骗被拘留占的比率是较侪，提醒民众到中港澳爱注意安全，也鼓励上网登录。也内政部移民署要求伫台湾中国配甲离台补缴送习原则证明，若无用拄好。卢文嘉讲，这2礼拜要求援助的业务量大大增加，服务柜台增加量在30%几。我们电话总机的询问的增加量更多，有130几，在第一个礼拜。那询问都是因为接到这个通知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海基会讲，若是无符合规格，因等情况也是准备办理注销中国户籍的人，拢会使向海基会寻求协助。另外，也统计出第4月7日到2日，大约500外件来海基会办理放弃兑换户籍的文书验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应对美国甲咱扣对顶关税，行政院通过4100亿的特别条例。不过在野党质疑这其中有6成经费和关税根本就无关系，尤其是补助1000亿给台电的部分。那总统赖清德是甲在野党发声，讲应该爱补贴台电，让电费钱唔免起价。请各党团在下礼拜1的时间能够容许有时间，我会亲自到各党团去做说明。拜托，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特别条例。杜英台强调，会亲身到立法院各党团详细说明特别预算的内容，其就是行政议会通过4700亿特别条例，不过知影批评6成甲关税冲击无关系，佮质疑补补台电1000亿，只好比3条预算佮恢复。不过杜英台回应，挹注台电是要帮助稳定物价。产业界都希望今年不要再调涨任何的电价。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让台电有1000亿的挹注，有助于未来电价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让电价能够更趋于稳定。那被党团拢表态无同意补补台电，那也佫表示应该爱破坏现金。民进党团是认为，这摆特别条例财源是土钱使用税计存的，各全方面照顾民生甲产业甲国家发展。除了扣掉劳健保的部分，要给这个普发1万块绰绰有余啊！那台电的1000亿啊，要可以讨论，除非他承诺要用核电。除了短期的、眼前的因应关税的冲击，更有中长程协助支持产业来转型，所以这是一个 all in one 的特别条例。郭楚阳强调，补补台电就是回应在野党顾民生的诉求，呼吁调野党该支持。另外特别条例当中，农业部编的预算180亿，用在对比输出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的产业。不过因为关税还无确定，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未来有大幅度的调整，会依照定数向行政院争取更较侪经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全球贸易，尤其是经济外靠出口的中国。美国本地和中国对下关税划到200多%遐悬，后来川普态度有落软，讲袂扣甲遐济。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上新的消息，习近平已经有打电话给川普，双方等咧谈判。那中国这边的反制是已经开始啊。波音的执行长证实讲，中国本地今年有驻运50架飞行机。即马中国唔但唔收，甚至是退订单。美国道琼指数连续3天回弹，二是收盘重新徛起哩4万点，市场看起来亲像真乐观。加减甲美中贸易战可能降温有关系，不过到底美中双方敢有参详？参详甲安怎？即马又阁是一个讲好遐，一个讲本地。Well, they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据我了解，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川普进前才表示，未对中国加扣145%的关税遐济，不过也未降到0。互外界解读讲，美中贸易战已经降温。华尔街日报甚至引述消息人士讲，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可能降到50%到65%。不过，川普虽阁解释讲，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是无放软，也未各方面降低关税。对中国谈判进度是互外界看甲无煞煞。美国颠倒是对其他国家的信号相对明确。二是川普会见来访的2位总理，甲财政部长史托滕伯格的时，
美国的财政部长贝辛德向记者表示，美国甲韩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进度可能比按算的搁较紧。只是川普又搁表示，美国无可能一个一个谈判，若准对方无选择谈判，就是由美国来设定一个因认为公平的协议。We are going to at some point just set prices for deals. Some will be tariffed. Some treated us very unfairly. They'll be tariffed higher than others. But we've been ripped off for many, many years. 就伫即阵，波音公司的执行长奥特伯格对外证实讲，中国已经暂停接受新的波音飞行机。川普虽然拄伫社群媒体表达不满，不过美国一声又搁找到新的买主，就是马来西亚甲印度。针对全球贸易战所引起的各种无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二是除了警告全球的经济成长放慢，搁向下调整主要经济体2025年的成长预测。When we look at the data. What we see is th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cession risks have increased now to 37%. 路透社报道讲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表示，中国即马应该要把经济重心转向内需消费，因那当下是因为因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对美国关税甲贸易战显示风险的程度真悬，未来影响到的冲击恐惊是全面性的。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美国指控中国开工机器人 DeepSeek 无经过同意，就把用户资料转去和中国政府有关系机构，而且若是美国、韩国嘛有提出指控，那中国这边当然是唔承认。 당초 딥시크는 개인정보를 중국 및 미국 소재의 회사로 이전하면서 서비스 개시 시점에 이용자로부터 국외 이전에 대한 동의를 받거나 처리 방침에 공개하지 않고 있었습니다.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国资保护委员会调查发现，讲 DeepSeek 在无事先通知的状况之下，把用户的各种资料，包括在开港机器人输入的文字在内，拢转予3间中国企业和1间美国公司，包括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另外还有火山延景科技等等。另外嘛，无过24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囡仔有可能去看到这有害的内容。 中国这边的反应，除了业者讲所这资料是为了提升软体的安全和便利性，中国政府是伫2月时阵，韩国宣布禁用 DeepSeek， 和即摆防指控盗窃国资，因伫2摆拢发表内容完全相同的声明，完全拢无新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法形式采集或存储数据。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就伫韩国政府公开指控业者盗窃国资料后无偌久，美国联邦众议院嘛有动作啊。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指出讲，中国业者已经承认甲美国使用者的资料，拢收藏伫中国境内的伺服器。委员会认为讲，这会互中国党政军机构会当凊彩就摕到美国使用者的国资。委员会已经正式发函予 DeepSeek 公司，要求因伫5月初8之前，详细说明要安怎运用使用者的国资来训练业者的人工智慧模型。另外嘛，解说中国官方是安怎摕到这国资的。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 AI 猩猩这种含人类亲缘正远的灵长类动物，因的 DNA 含人类有98%以上是同款的。因用2只脚徛，会当徛甲比大黑猩猩搁较直，体重嘛含人类差不多，伫咧34公斤到60公斤左右。那最近有科学家研究 AI 猩猩的叫声。 发现因比一般的动物搁较巧，有语言能力。因拢总有7种无共叫声，会当斗做无共意思的话句，互相之间会开讲的对话。另外，有研究发现讲，这母的 AI 猩猩会联手对抗公的猩猩，确保因母系制度的社会地位。这种状况伫咧动物界实在是真罕见。 A 黑猩猩甲黑猩猩是像接近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有98%的基因相款。也过黑猩猩的世界是以拳头母，也阁有气力来拼输赢，一般由公的来掌控。黑猩猩是母系社会，研究人员伫公告民主共和国的测试地，经过30年观察，证实黑猩猩的社会存在女性联盟，会斗阵来拍退公的黑猩猩的攻击，主导食物的分配甲这个社会阶级。 Females, by forming coalitions, they gain power over males. They can gain
dominance within their group, and they can attain, very high-rank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group. 就算互相毋是亲属关系，甚至是拢无熟悉，拢会使结名来互利，这是动物界真少看，经由7条互补会使有利的案例之一。研究内容发表第24个生物学通信期刊。A5猩猩毋若结名互相斗阵，也斗阵来开讲。另外一项刊登伫科学期刊的研究，就发现 A5猩猩知影甲有意义的叫声组合起来，像做具象管造成更加复杂的结果。 What we found is that for those 7 vocalizations, they mostly communicate about coordination. And that is, I think, quite a nice result. It's all about staying together,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making sure we reuni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苏黎世大学这项研究结果，加上另外一项黑猩猩也使用组合语言的研究，显示句法能力毋是人类独有的，可能早在700万年前，人类甲这两种灵长类近亲共同组成的时期就存在啊。 互语言演化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南美洲的秘鲁，发现5000年前的查甫遗体，伊的指甲甲头毛都保存甲真完整，而且身躯满的衫是真奢华。专家认为伊的身份可能是贵族。 秘鲁的考古学家伫24表示讲，因发现一具5000年前的查某遗体，这个女性在生的时阵差不多是150公分高，死亡的年岁差不多是25到30岁。专家讲，对墓中的台语来看，这个女性应该毋是精英，就是贵族。 Un alto estatus, sería una mujer de élite, ¿no? ¿Y por qué? Porque está asociado a un buen tratamiento en el cuerpo. 考古学家讲，这个女性的指甲、头鬃和皮肤拢受到真好的保存，伊尸体的外层阁包真水品质真好的纺织品，含一整彩色的羽毛去做的外衫，这拢会当看出死者毋是普通身份。贵族女性的存在，嘛表示女性伫这个社会嘛会当有真悬的地位。Este nuevo hallazgo está reforzando y está aportando el entendimiento que ha tenido las mujeres ¿no? en lo que corresponde a esta civilización y sobre todo que no solamente el varón tuvo una importancia relevante en la selección, sino también fue complementaria con la mujer. 这具尸体是伫古城阿斯贝罗发现的，属西元前3000年到1800年存在的小北文明。这个文明互看作是全美洲上早的文明，和埃及、苏美这文明是同时期。有了这个文明的其他的城市，即马已经红得作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目前阁会当看到32座遗迹，包括真侪敢若金字塔的复合建筑。不过阿斯贝罗捌互居民忽视真侪年，互当作是掩埋场在用，一直到最近几年，专家才发现地表下骹的古早遗址，而且开始认真的研究。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的乌山出市场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即马接手的新创企业家引进数据管理系统，对营运到服务人客全部拢升级。乌山出市场是地区型的出市场，本来强要无法度经营，不过新创企业家莫根森接手了，导入专业的数位营运系统，自出市场的数量、坐览车、出市道的人数，到历史区传汇、供应甲销售的情形，员工的排班甲人力表，拢用系统进行自动化甲数据化的会诊监控。A lot of general managers will go out and look how many rows of cars are parked, and that's kind of how they tell how busy they are. We really want to look at transactional data down to the deepest level. When are people buying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right? How do we staff the cafeteria and at what time? 伫人客这边，只用手机 APP 就当订览车票、做少装备、有约出市课程，系统会即时汇整数位资料，真方便。Not only can we track how many runs they've skied, we can track by product, we can track by zip code, we can look at demographic. 乌山出市场的经营者为了要扩展业务范围，2023年并购通行证公司 IndyPass， 这是整合全美国230间独立出市场的通行系统，人可以摕这张卡就能到各地出市场。因为大型的出市集团像 Vail 是开大钱建立先进的监控系统，甚至投资几落亿提升造市能力。加强应用地球暖化造成的欠税问题。
Our company is a wildly data-driven company. We know a lot about our guest set. We know their tastes. We know what they like to ski. We know when they like to ski. And we're able to use that data to really improve the guest experience. 开大钱投资，表示期待有更加悬的利润。大型的次市场，一张一天的票，换算大票是9000外块。因那小型的乌山次市场，一天的票上最是大票3200，俗真多。乌山次市场业者的梦想是希望会让透过数据加科技，和趋势变做一种大家拢会当参加的社区活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会。